伫咧台湾时间4月初9透早，对墨西哥到美国10个州，甚至是加拿大，拢会当看到日全食。台北的天文馆也甲这个真特别、真难得的天文景观呢，要伫咧网络顶头直播。是日的现象，就是月球卫星到地球甲日头中央连做一条线，日头互月球砸掉的。伫台湾时间4月初9透早，真罕得见的日全食现象会伫美洲出现。虽然台湾无法度看到，但是台北天文馆会准备直播。比较稀少的这种主要发生地点都在大型的陆地地区，所以可以看到。日全食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几乎整个美洲大陆都看得见，像那个墨西哥、美国跟加拿大，日全食发生的这个它的宽带其实非常的窄，可能只有前后100多公里而已。那这100多公里又要沿着某一条特定的路线去走，所以其实非常难遇到。当地球通过卫星轨道时，轨道上的碎块与大气摩擦产生风，形成流星雨。今年的4月天顶是真热，搁有逐年4月份会发生的天气做扫帚车雨。今年4月2日会是数量上侪的时阵。台北天文馆估计每点钟通有18粒，但是拄好是旧历14日要满月，可能较无好观察。有另外一个诀窍，就是因为它会在这个月亮会是在天黑的时候，它就从东边升起，然后一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，它才下去。所以你要把握月亮刚下去的那一段时间。台北天文馆表示，今年要观察天气做扫帚车雨，大约天要拍曝光3点到4点的时，会是上好的观赏时间。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。